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海猫が桟橋で泣いたから波の間に間に伺って知ったら。そして歌詞は何なんでしょう。過去も随伴って飛んでゆけ。そうかな合ってるの？歌詞は合ってるの？合ってるのかしらみんな我忙到快死掉了。哎，等一下，我的 BGM 呢？我的 BGM 在这里呢，在这里。BGM 你出来 ，BGM 啊，谢谢谢谢送出汇集，谢谢。刚刚是瑞塔的降落吗？瑞塔的降落吗？刚刚是瑞塔，我刚刚是不是错过了谁的降落？我今天早上快忙死了，忙到我魂都没了呢。我的魂魄我的魂魄要没了。死んじゃったね。もうすぐ死にそう。もうすぐ死にそうだ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我今天不应该被戏啊！超忙的，我今天也蛮有精神的。今日朝起きて、元気いっぱいだったけど，我今天早上原本起来很有精神，应该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其实都很有精神啊，因为毕竟就是个朝9晚5的边缘系 VTuber， 所以时间控管基本上就是 OK 的，早上起来就是有精神，对，但早上真的太忙了。蕾蕾，谢谢，我刚才有看到蕾蕾降落，然后 Rita 是有降落啊，谢谢，应该是 Rita 西户，西手是西手的降落吗？谢谢你们的降落。他们伊拉塞，我就飞伊拉塞。公孙乖乖伊拉塞，你们帮我听一下 BGM 的那个 balance， 看 O 不 OK 哈，谢谢你们。红梦城市在伊拉塞，深的音乐世界伊拉塞，然后凝霜伊拉塞，然后 Ellen 伊拉塞，妖伊拉塞，漠然蓝墨，对不起，我又看反了，对不起，我很抱歉，我真的是阅读障碍很严重这样。新业主伊拉塞，蓝墨谢谢，然后我有看到蓝墨又送出我们一个汇集，谢谢，然后暗影 BB 的一个汇集 ，Ellen 的一个汇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圣红伊拉塞，宇宙大水环贝伊拉塞，小胖伊拉塞，浪波河伊拉塞，鬼修伊拉塞，这位是Andy 吗？安迪先生伊拉塞，然后新破伊拉塞 ，JN 伊拉塞，然后 Killing 伊拉塞。莫公伊拉塞，好伊拉塞，然后蛋挞伊拉塞，感觉很好吃。有看到，也谢谢盛虹的汇集哈，然后蕾蕾，谢谢你们过来，辛苦你们了。然后白叶伊拉塞，聪聪伊拉塞，然后晴天伊拉塞，然后弟弟瑞的伊拉塞，长官伊拉塞 ，Howard 的伊拉塞，黑夜，谢谢你们哦。然后。これが这应该也是外国的朋友。Welcome to my channel 英文怎么讲不知道。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登録してお願いします。请订阅我，谢谢。然后Joji有看到了哈，然后 Zero 广义，然后公孙乖乖也有看到了，然后。有救急有看到了陈凤，然后我是不是又追不到聊天室了？我是不是又追不到聊天室 ？JN 有获得了汇集哈，然后谢谢 A 人镇定，OK 的，谢谢蕾蕾，谢谢你们中午出现在这里，是今天运气很不错，你可以去买乐透了哈。鬼魅伊拉塞，然后罗曼，然后笔记面线，人生跟碧娟可以，谢谢他爸爸，谢谢因为我英文就爆干烂的，你们也知道吗？对，我此逼生有办法讲出的语言，北京歌，我们北京话，对我们北京语嘛，对，就是我们的国语。然后台湾歌，我们的台语是当不会当讲啦，会当讲一个当台语安尼，日本語少し喋れるけど，可是你不要教我讲英文，打死我，请你不要教我讲英文。英文跟毕业选哪一个？我跟你讲，我立马选毕业。我跟你讲，不要教我讲英文。
主要是我不会生气，生气的是你们啊，是不是？王林伊拉塞，昨天买了张威力彩吗？还没对吗？可以了，可以去对一下了。刘妈妈伊拉塞，刘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也在阿巴阿巴？我们的普通话、啊，对普通话。GK 伊拉塞，英文跟数学选一个。好痛苦哦，我还是可以选毕业吗？どっちでも辛い，どっちでも辛い。这两边都就难的呢，我不爱算了啦，我很乖，我不爱算了。我其实刚才那个也是日式英文没有问题的嘛。哦，好，谢谢。哦天哪，我今天早上到底在忙什么？我想一下啊，只能说校长兼撞钟，真的任何的事情集结在一起的那个 moment， 哇靠，真的是有够爆干累的。可是我觉得心情是很踏实的，对，心情很踏实，而且因为今年度有一些计划的关系，然后就是也很开心，有一些缘分可以遇到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士，所以我今天早上真的惶恐，真是那种诚惶恐，诚惶恐，因为毕竟之后要做那个想要做原创曲的部分，然后真的也很开心，也很感谢林朝小天使帮猪猪牵个线，然后就是因为要制作原创曲需要很厉害的音乐人，然后就真的有牵线到非常厉害的音乐人们，然后我就觉得哦，诚惶恐，我就在里面像一张白纸，然后感觉里面的老师已经那种身经百战了，有没有？已经是身经百战，甚至有些是拿过那个金曲奖的那种。然后我在里面，我想说我到底在那边干嘛？诚惶恐哦，就觉得好厉害，这真的是隔行如隔山的东西耶。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是会觉得接下来一定会变得更加忙碌，可是我心情很踏实，我心情就觉得说反正就是各种的幸运，各种的感谢。对，虽然说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做得不好，甚至第一次尝试很多东西，我真的很担心我做得很烂，然后老师会不会抛弃我，把我淡掉？可是我会努力。对啊，就是因为很惶恐，很期待，然后这部分真的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出发，因为我真的也没有做过原创曲的部分。当然如果你要我画漫画的话，我闭着都可以画给你，好不好？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你要说我创作这一块最不擅长的，果然还是音乐吧。因为从以前到现在，我虽然说参加过无数的歌唱比赛，可是我真的没有自己去创作过一些词曲的部分，所以我真的超惶恐的。对，所以我很开心，在这条路上可以又有这个缘分牵线到这个那么专业的老师群这样子。对，所以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惶恐，我不知道在惶恐什么，我就是很惶恐就对了。诚惶恐，你们可以去查围城的城啊，围城惶恐这样，诚惶恐。少龙伊拉塞，秦中伊拉塞，你要写一个惨字吗？都差一号。哎，BB，你真的，你也可以就是转念一下。我们生而为人要学会转念哦。我都只差一号，我一定是下一张就没问题了。我一定是下一张的天选之人，这样对不对？林朝介绍都蛮猛的。对啊，我觉得林朝他真的是音乐的小博士哎，就是不管是对于设备，还是说他其实他的音乐人脉真的是广到一个不行，是那种会惶恐的那种，我都觉得我在里面到底是干嘛的？我好菜，我好弱这样子。谢谢，追各种台币，谢谢。然后露露午安，对，诚惶也害怕，诚惶恐。好啦，这样也可以转一下。第一步总是很重要，对，因为我第一步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进行，就可能会有一些可能。要不然就有可能是像音乐老师们跳过来漫画圈，突然要怎么样自己分镜，怎么编剧，同样的道理吧。我在想，或许也是，所以我心里想说，哇靠，那你要我今天去画个漫画，好像可以，可是突然就是我要怎么创作自己的东西，很惶恐，但又很期待这样子。空杯心态的猪猪很会学习嘛，谢谢，因为我真的什么都不会，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让老师看怎么引导猪猪，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吧，就是我自己已经知道我应该接下来要准备什么东西了，然后尽快的准备给老师之后才有下一步，我们才可以再进行讨论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连讲话都在结巴，因为我真的很惶恐，因为他们太专业了，我看他们精力这样列下来，我整个都想跪在电脑前。我的天哪，
在手心写个人字吗？哦，说的也是，伊木兰妈妈，我要写3个人字啊！我写3个人字之后，是不是就可以还我的清白了？我吃的是人，不是兔兔。不是啊，我怎么觉得突然这样子，反而觉得更加的恐怖，不是吗？人家吃兔兔就算了，我今天居然他妈吃人，怎么回事？之后就越来越上手，希望啦，希望，那是演讲，可是我吃了怎么办？流吗？梦已成舟，我没有吃，我可以停在吃兔兔这一块就好了吗？虽然说我也没有吃兔兔，可以吗？什么我没有吃？莱姆我什么都没有吃。今天非得让迪卡选一个英文字，英文、数学、吃兔兔，迪卡选哪一个？盛虹，这实在是太难了，我可能会因为思考这个问题，思考到就是难过到无以复加，然后直接立马毕业，你信不信？我要写3个男的，看他们在一起啊，也是可以耶。3个男有这个字吗？有3个男这个字吗？没有吃，我什么都没有吃，我没有吃。伊拉塞，劲爆总裁，我没有吃，总裁冤枉！不是安尼，我是亲爸好了，你拢爱给我欺负，我是亲爸啊！你们都这样子希望那个伊拉塞，那你的手就献给猪猪了？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是，我觉得那你是流氓，你干嘛挖坑给我跳？你挖坑给我跳，对不对？对，然后早上就是快点联络了一下，就是音乐老师们，就是说我这次想要进行的排程，然后也跟他们讲说我真的没有作词作曲的经验，也请他们多指教，然后在里面惶恐，在那个小群组惶恐了很久这样。然后除此之外，其实我有另外在忙其他的事情啊，像是明天啊，我们很厉害的台日配音专家，我都叫他们为专家，真的很厉害。林思雨老师会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这样也是我很期待的一环。然后刚刚也同时间快点跟林思雨老师稍微跟他提醒一下明天的时间，然后确定一下我们要塞麦克风的时间点之类的这样子。然后紧接着4月份已经确定是莫莉库老师了哦，我最喜欢的 BL 作家，这个一定要邀请过来破坏一下大家。可是虽然说我跟你讲，画 BL 的都是美女，真的画 BL 的都是美女，你们要相信我好不好？就连上次的柯丽老师，她其实也画过 BL， 一样美啊，对不对？是不是？开玩笑，我那么爱 BL， 我当然也是个美女啊！谢谢大家，超爱自肥。然后除此之外，因为接下来虽然说我们的第3棒是我们 BL 作家莫莉克老师已经也决定好了，但是4、5月份的台湾文创足迹的来宾也是得要快点联系好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刚也赶紧快点就是确认一下5月份的来宾哦，真的也很感谢，也是一口就答应了，我马上把邀请 send 过去。马上一口就答应了哦，我们炯炯，我亲爱的炯炯，我好久没看到他了啊！谢谢他一口就答应了。我们囧星人5月份会莅临我们这边来跟我们聊文创，但是因为炯炯他太博学了，他懂的东西太多了，甚至很多财经的东西，你们干脆就是想赚钱，干脆请问他比较快，懂吗？对，所以为了炯炯，我可以做那些我不曾做过的功课，我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些这些功课。虽然说我觉得我可能做的那些功课可能也徒劳无功，为什么？因为炯炯太聪明了，炯炯他真的是一个很多元、很博学的一位 VTuber， 所以我也直接在那个讯息跟他讲说，虽然说那个才疏学浅的我可能跟不上你的话题，然后甚至我很担心说把他邀请过来，不如你访我，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访谈他，因为他太厉害了。我想说，不如你访谈完好了，不如你访谈我好了。所以没有啊，就是很谢谢大家，因为身为 YouTuber， 炯炯他在这条路上真的已经算是非常非常资深的老前辈了，所以我觉得在文创这部分除了可以聊之外，因为文创其实我觉得 YouTuber 也算是文创的一环，所以我觉得把他邀请过来也非常的适合。那我会尽量努力的跟上他的话题，因为他真的很聪明，他真的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 VTuber。对呀，都要拉到BL环节了吗？跟你们说，我只是就是手下留情了。你要我聊BL，他妈，我现在马上鬼转BL杂谈，等我一下，我马上改标题。好了，盛虹，
快去睡觉，おやすみなさい，丹羽いらっしゃい。明明什么消紧张的办法就是歪，是他们歪的，哪有？好啦，我知道啦，把那个人写在手上吃掉，这个我从小就知道了嘛。只是我不想被造谣吃人啊，对不对？广义，谢谢你，谢谢你，你可以继续当你的清流，广义，不要像他们一样坏坏哦，不要像他们一样很坏这样子。然后168伊拉塞，认识画毕业了绘师真的很漂亮，真的啊，其实很多很会画的女性绘师真的都超正的，真的，是不是讲了很多书评之类的？对，你们之前有看过囧说书的话，就是那位囧，我们非常厉害的囧，对，他的逻辑太强了，所以我其实很担心我5月跟不上他，所以我会努力加强我的财经跟逻辑的，希望可以就是跟上，但是高几率跟不上，我觉得可能就放宽心吧。对啊，然后也很谢谢他啦，因为真的我们也是在之前的创作路上的算是老朋友，然后一直以来也是在脸书看着彼此在奋斗成长这样子。对，虽然说基本上都是各忙各的状况居多，对，但是我也很开心，我一直还是存在于他就是私人脸书的朋友栏里面，这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还有很多想跟他聊，我相信5月也是可以促膝长谈一个下午啦。博学多闻，对啊，其实我觉得囧很婆来领这注5NA 吗？怎样？你确定吗？我们这边很多哥们可以给你5NA 啦，不缺我这个了，好不好？然后囧有没有说过 BL 书评哦？他的书很像，他有看，我可能要去翻一下。但是他的囧说书我真的很推荐，非常推荐。有急事快转身，今天听到好哦。改标签了，或是有人去什么阿爸那边投棉花糖，说什么东西？说没有啦，没有真的要改标签。小天一拉塞是35000了，谢谢大家。猪猪还会继续冲刺的，也请各位继续陪着猪猪。今年都有很多很忙碌，然后很多我自己初次尝试的活动，也请大家跟着我，然后也感谢大家在昨天我们不到1个小时的集资，然后集资条就爆炸了你各位就把它塞得满满啊，塞得好满啊，爆出来了，而且又超额了，爆出来了这样我们就先牛刀小试，昨天稍微先集资一下关于猪猪想要换的声音界面，还有麦克风的部分，也谢谢灵草小天使，他真的是在音乐方面很博学，就是我们不用花太多的预算，也不用报预算，我们就可以换到猪猪很适合猪猪唱歌或者是配性杂谈的麦克风，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感谢的地方。阿吹拉塞，感觉迪卡人脉比想象中还要广吗？难道我认识那个谁要跟你讲吗？没有啦，开玩笑的。也不是广不广，而是我觉得很巧的，他们都是在这条路上发光发热的人，那也就很巧的是我们就在这么早的时间点有接触到，那可能又很巧的，或许我们都是同一种很执着于某些东西的人，所以大概有这个缘分可以绕在一起，我真的觉得很开心。那我之前一直没有讲，也是因为觉得说，因为毕竟那也是关系到我可能前世啊或宗之人的东西，对，所以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开这个访谈。那我也知道说，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会来，对，甚至就是他们总是也希望说我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总觉得我至少我自己这边要做出成绩，我才有这个就是邀请他们来，我总还是希望说他们在这个频道被邀请过来，是有一定的流量存在的，对，因为我希望我自己先做出成绩，再把他们邀来，总是打来宾邀来，我们的同阶也不要太难看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之前才没有特别去提，或者是说特别去讲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那个无关于我想要努力的部分。那今天我必须先把我自己的 IP 经营起来朱蒂卡必须先站起来，我才有办法邀请他们来，我这样子才觉得说才对得起自己要经营这个品牌的一个概念一个理念这样子啊。对，我相信大家应该在懂我讲什么，因为总是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但是我希望邀请他们来，我也是有一定的流量存在，这样才不会显得就是对他们很不好意思。我觉得虽然说我现在流量也没有很多啦我现在还是总觉得自己可能还是小，可是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今年度开启这个计划也是我觉得时间
刚刚好，因为我今年就特别想要冲原创的东西，不管是我自己的一个台湾文创足迹的一个访谈，还有就是我的原创曲之类的，我觉得回归到最后这条路还是要回归到原创，回归到我们的台湾，我们的台语，我们的民族性。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才是走长长久久的不二法门之一，但只是之一，一定有其他的方法。但对我而言，原创这个部分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不可磨灭也无法抽离的东西。对，所以我才会这么的执着嘛，就是把迪卡嘎基德啊嘎因斯肯的我来套卡定，然后时不时就跟你们辣台语唱台语歌这样子。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你们肯留下来的人，我也发现真的是很铁，非常的铁。对，因为不是所有的创作者或者是 VTuber 都愿意把台湾味带在身上，因为说真的不太好经营啊。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开启了一道就是或许不是那么好经营的门，但是一旦有经营起来，我有发现留下来的观众其实真的都很铁，你们真的都很铁，你们很粘性很高，谢谢你们。所以我常常才说你们是我的骄傲，因为没有你们的话，我不可能在这里跟你们拉迪赛，我怎么可能在这边有办法跟你们聊这么久？因为有你们在啊。在万一拉赛，子夜拍拍不要太累，不会的，我其实忙得很开心啊，谢谢小天，我帮你置顶哈，然后我又抓不到聊天室了。群老什么？广义你也是老好不好？欢迎各位这边吃了是一个，我觉得露露你真的在挑战被我淡掉这件事情。是阿雀来了，就跟兄弟的热情一样，满春雷呢，劲爆总裁444，有什么几枝条吗？小天啊，总裁，这位小天总裁，那个总之昨天那个1个小时以内就被灌爆了，所以不要问，很可怕。好啦，昨天只是让大家扭到小事。因为讲到几枝条，接下来的原创曲真的是大笔的哦，你们有心理准备哦。对，我已经尽量压低预算，对，但是我们可能还是得要做到一个程度，对，所以我们可能基本上接下来我们那个集资的力道，可能我们真的要稍微拖长一点，不然我怕大家瞬间被榨干，好不好？大家还是循序渐进的要留一些钱在口袋里面了，好不好？对，那等我们确定最终的数字，我就把集资条开出来了，那就我们一起努力，再麻烦大家了，是，谢谢大家。高志老师伊拉塞，就是会师吗？是，我之前是每天画图的社畜。小天那个才是误会了，误会了什么吗？我有误会什么？在这群人认识那么多人其实不简单，虽然很多是蹭了之后才熟的嘛。我觉得我是运气还不错，就是我那些缘分都是在我涉世未深的时候遇到了他们，然后因为他们是很好的人，很棒的人，所以我们才有办法都在脸书长长久久的看着彼此。对，所以我也没有特别 Q 出来，是因为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也必须先把我自己经营起来这样子。追生者伊拉塞，对，是炯炯啊！我跟你讲，他真的人超好，他真的是我常在他脸上看到2个字，就是良善，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很良善的人哎，对，他真的是很 nice， 非常 nice 的一个人。然后苦干实干的校长，谢谢大家。我总是要把我自己频道干起来吧，干爆我的频道。我到底在讲什么？我总是还是要有一些成绩出来，我总觉得把他们邀请过来才有礼貌啦，我觉得啦。笑死个精华要再 model 啊！水灵宝贝，谢谢你的频率，我觉得水灵宝贝你的频率一周这样子的3-4次，我觉得我好喜欢，谢谢一周3-4次的水灵最棒了，我的超水灵我爱你，真的谢谢水灵啊！而且水灵他还会配合我，可能周表有一些休息，或者是那天刚好没办法开台的时候，他就会快点上shorts。谢谢你，你对于频道的那个订阅真的是加了很多的分。你要先站起来，是，我也是这么觉得，我必须要先站起来。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像他们站得这么高，对，但是尽可能的啦，尽可能的就是我有你们了，总觉得说可以邀请过来了吧。对，刘妈感谢说明哈，对，上改名是炯炯了，棕熊落网吗？飞燕还巢，对，然后这位是これ読み方は何なんでしょう？ジェロミエさん、読み方は正しいのかしら？ジャロミエさん，好，总之欢迎你，ようこそティカのチャンネルいらっしゃい。铁道差点伸手，是，你们是蜜蜂吗？嗡，金明砰砰，3万5是成功的秘诀，没有啊！你们还有致命概念，我还有致命概念，好不好？
萌新，我跟你讲，老娘真的在5月开那个萌新会集，只要我还记得的话，我很担心我忘记。水灵宝贝，你提醒我一下。我今天还在跟水灵宝贝讲说，水灵宝贝，明天又是我们其中一位3月总裁的大日子哦，就是我们 Blue Rico 大哥的生日哦。其实我刚刚已经把语音录好了，但是我真的很担心，我最近太忙，然后语音会不会就是没有办法在明天送出？我很担心，你知道吗？因为每一位总裁的生日一定要在当天送出的那个惊喜跟那个 moment 很重要啊。虽然说他们一定也知道我会送了啦，对，但是总觉得说这个当天的祝福这个不能少，我真的很担心我落掉。然后我今天早上说，水灵宝贝，对不起，你提醒我一下，录一下那个语音，大哥的，对。然后水灵宝贝刚刚在我开台前马上又提醒我，然后我刚快点把它录好，这样，谢谢，请问我还有什么事还没完成的？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我先确认一下聊天室好了。你们有没有凑我？你们有没有现在他妈凑我？我现在很燥哦，马上给你们背下去哦。这不是我的名字，伊拉塞，砰砰牌抢了一张，我就废老天爷，你们都是老，你们都是大佬，好不好？原创曲本身价格就不菲，是真的，因为真的价格不菲，但是我觉得今年度要冲一下原创曲了，还是要回归到原创了。接下来是大笔的。宝宝醒来得及吗？可以不要这样吗？我会让大家分天数啦，不会说像昨天那样子。昨天我也想说大家慢慢集资就好了，就1个小时就灌爆了，是怎样？你知道台湾有虚拟偶像像直播万人同街吗？在哪里？万人同街啊，在哪里？在哪里？波西米亚伊拉塞。自己每经营起来感觉像吃人豆腐，我也这么觉得即使我觉得我可能，除非是没多久，他们也是或许愿意过来，但是我总觉得我还是要有一些成绩啦。水灵3-4次我的对，1个礼拜3-4次的水灵好棒，你们都不知道他好棒。我没有偷开车中文是吗？对不起，这位是99993，好对不起，我突然想，因为我很担心会不会是那个东南亚的朋友们这样子，对，因为之前频道很多东南亚的朋友过来打招呼，谢谢大家。什么好多3月生日总裁，对，统整我们面线哥们的生日表单呢，3月份的总裁真的是最多的。你们每个人是怎么回事？不是双鱼，不然就是母羊，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然后这位是戴真吗？玉字旁的戴真是吗？伊拉塞酒精大哥伊拉塞水灵我的超市，大家的超啊，长官有准备兔兔饼干材料吗？兔兔饼干的那个压模好可爱，我跟你们讲，我这是兔兔的那个包材超可爱的，真的好可爱，我这次可以洗刷我吃兔兔的这个造谣了，我的冤屈会靠着这次洗刷，我这批饼干寄出去，我就绝对就是清白的了，你们拭目以待，看说我到底想要避虾mạng哈，我到底是不是避虾咪mạng避虾mạng，OK，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好。我知道包装，你们就知道我在避虾mạng了哈。群老出我会只要别人送，可以不要这样吗？爱你 BB。真的吗？妈祖万人线上看是不是？哇，不愧是我们白臀妈祖白沙屯妈祖就是有这样的吸引力，没有错。OK 的，你各位低起来，妈祖低起来，是不是？我们默娘对不对？只是萌新吗？你说没关系，通常讲萌新，大概下个月你就有办法加我们以示主总裁了。来，3200准备起来，为什么？因为3200在本频道比300块还便宜，相信自己，好不好？相信大家，谢谢大家。本频道3200会籍真的很便宜，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比300块还便宜哦，啾咪。对啦，是妈祖，太用心了，白沙屯，没有错。直接万人同节，一定要的，对，而且我跟你们讲。我那天不是去嘉义吗？然后就是也算是误打误撞，又被姐妹们带去进香，然后才遇到虎爷嘛，求财的虎爷，那个也是妈祖经他的主神是妈祖。我跟你讲，妈祖赞啦，真的拜起来，低起来，真的。阿拉，过这个，松松讲那个，松松，你今天那是爱来放好轻松哈，松松。我每次看到松松都觉得好松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松松伊拉塞，大姐伊拉塞，大姐为什么你最近变成亚美喽？我觉得大姐已经放飞自我了，我真的是乐见其成这样的大姐，非常的放飞，对，放自我很棒。我没有吃兔兔哈，宇宙大蛇环贝，我没有吃兔兔，劲爆总裁我没有吃。
直接开伊拉塞，大家一起，我没有吃哦，先去工作哈。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また来てね，小天拜拜。洗刷方式还是拉人下水？不是拉人下水，我只是还我的清白。那个都是阿吹总裁提出来的。阿吹总裁说大家一起吃兔兔，他说要帮猪猪洗刷冤屈。然后3月份不晓得为什么生日总裁特别多之外，我们的迎财神呢？哇，3月份我真的是大家一路发赚大钱呢，猪猪也赚大钱了，却10万人了哈。对，我们3200已经不止比600块还便宜了，还比300块还便宜。来打招呼出去玩，哦，亚斯米娜赛好哦，5月份的来便宜。大姐，我就等你这句话，好，我们的准总裁，好不好？我们准总裁 ，OK， 好啦，大姐没事，好，生活好好过，好，真的3200有办法好好的投资过来本频道，我们再来，哈，一切量力而为，啊，也别忘了共体时间呢，血接到伊拉赛，那之后是不是就要开始推3800方案？说真的，3800要怎么推？你们就这么爱装萌新好啊，3800加下去啊 ，OK 啊，萌新安哦 ，OK 啊，开心吗？很爽嘛，哈，恭喜你用3800获得了一个嘲讽，谢谢，而且什么优惠都没有哦，什么回馈都没有哦，我回馈就比照我们3200总裁哦，但就是你可以多了一个嘲讽这样的，萌新哦，好 ，OK 啊 ，OK， 你爽就好，你开心就好，白沙屯骂三边骂大甲骂，哇，三妈汇合了耶，哇，最有能量的三妈，真是太棒了，信用卡都是现金，嘿，都是现金，什么东西？我没有吃兔兔，也没吃三枪呢，我 demo 伊拉塞，餐伊拉塞，我没有吃兔兔，没呀，我的假兔啊，气死，卖个公啊，我没有吃兔兔，要给大家吃兔兔，猪猪吃兔兔，猪猪吃兔兔就没有了吗？没有吃过啊，为什么你要吃兔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就没吃过。之后去走白沙屯，全程超累，但还不错啦。好哦，觉得你这样的那个推法，搞不好会赢了很多。等一下，什么叫很像很赞？劲爆总裁不是我们劲爆总裁才刚加入，我相信他跟趴趴熊一样不对，趴趴熊已经坏掉了，趴趴熊早就已经先软烂掉了，趴趴熊他是先软烂掉之后才加入总裁的，但是劲爆总裁我相信你才刚被演算法不是被计程车司机我们可以叫司机刚刚推荐猪猪的歌会这样我刚欢喜耶，我被问讲那个认证朱蒂卡的频道的台语歌呢，你知道这是在台语歌多大的荣耀吗？因为那 K 像司机在听台语歌很挑哦，真的很挑哦，好不好？我们劲爆总裁才刚来，我相信你还是我们的清流哈，我们相信劲爆，好不好？共体时间吃3枪没问题。我没有吃，差500就多了萌新称号专栏。你们这群抖 M， 就是去年都在吃兔兔，什么吃到兔兔都找不到，没有啊！你们可以看我推特，我前2天才去看兔兔，很可爱，好不好？三妈臭臭锅，我刚刚其实很想讲三妈臭臭锅，但是我想说，因为毕竟是神明，不知道会不会唐突这样不礼貌，但是三妈臭臭锅真的是太好吃了。跟你介绍近期推出的新方案萌新专案，1个月只要3800，就让你有被嘲讽到饱的优惠哦。我跟你讲，我不会嘲讽到饱，不会，毕竟我不是媳妇。我们丽塔媳妇的嘲讽，我只能讲比3800还值得，好不好？对我这边呢，我只会嘲讽你1-2次啊，就这样哈，因为我很懒得嘲讽人，我顶多就萌新哦，就这样，就这样。你们想要被嘲讽到饱，你们去找丽塔媳妇，好不好？3800的命要叫啥？我也在想说，到底要叫什么？可是我觉得我会故意把3800打上去，我就让大家知道，你他妈就加个3800，就是为了一个萌新，所以我会把，例如说3200就是以示主总裁嘛，来3800，我真的就是故意把3800打上去，3800萌新还是什么？再让我想一下，我要让大家知道你花了3800，然后就买一个萌新称号，然后还只能被嘲讽。对，我要让大家知道，我要公诸于世。对，猪猪生气好可爱。雨生你好。趴趴熊你怎么在？趴趴熊他是先软掉，然后先黑掉，然后再加的，所以他现在很坏，他现在一样坏，好不好？这里有清流吗？我看着你的问题，我眼角不晓得为什么逐渐泛泪。看兔兔最后一眼，我们要吃兔兔。这首什么要吵不吵，然后还要我们要求你妈跟等一下。好，我不管，我真的觉得涛啊，你们真的
你们怎么了？38啦萌新，我觉得38啦萌新也可以，但是我就是要故意把那个钱放上去，我要让大家知道他花了个3800就是为了买萌新称号这样。其实宠物兔兔不能吃，肉少又硬，吃的都是其他品种的兔子。等一下为什么大姐你会知道？各位同志大家好啊，这位不是我们习主席，主席，这个我应该叫你主席还是叫你静平呢？静平最近那个台海的那个情势好像有点紧张哦，那个你也来低台放松一下心情啊，不要时不时就威胁台湾嘛。好了，我们不讲政治，多来低台啦。你找到了快乐，就不会时不时威胁台湾了啦。我知道你只是太爱他了，对不对？3800就什么直接38了这样子嘛？啊，天哥，お久しぶりこんにちは。今日も来てくれるよね、ありがとう。清流人员报道，你给我下去，胡小姐，你给我下去。有清流吗？这我不好说。你好意思说？你们这群家伙，只愿4元以拉塞，不会觉得纯正清流吗？其实我觉得广义真的还蛮清流的哎，广义你跟那个劲爆总裁维持住好不好？嘿，请你们坚持住，麻烦你们了，好不好？静平叫静平是吗？就是静平，你常来低台，你就不会常常想要威胁台湾了啦。你在那边，在我们生活中找到快乐，好，你就不会只把专注力在台湾了嘛，对不对？以前属于他家是被什么兔皮出口，专门养兔兔。原来是这样子，你太懂了，原来是这样。迪卡你很勇哦，没有我不勇，可以不要这样吗？静平前2天去摆摊这个人，这个学姐，我跟你讲，我们岁月静好手做工作室，他跟你讲，你只要跟他讲到静平，讲到台海情势，讲到政治，他可以跟你聊3天3夜。所以我常常会跟学姐科普关于台湾跟对岸的一些情势，因为不是台东，对不起，台湾太多假新闻，所以我必须还要去学姐那边稍微科普一下日本最近报了什么新闻，因为日本的新闻基本上不会有假的，但台湾太多假新闻了，所以我还得要透过学姐那边，才知道说我们台湾现在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觉得很可悲吗？就连学姐那个最小的女儿8岁是不是还是9岁，都比我们了解台海情势。静平不见了，静平你出来！你笑哥，你好意思讲？你觉得你很清流，什么都变欺负猪猪？他嘛，你是清流，对你只是太晕了。1309伊拉塞，好，你都不清了吗？流妈，你不是清流，你是彩虹好吗？你是各方面的我们面线们的彩虹，我们的骄傲好不好？猪猪健身课迟到感觉如何啊？好爽！我们欢迎我们小汤包姜丝总裁，好爽，超爽的，就是对那个什么战神跟大炮一起来，我只能说哇，双倍效果，我整个人都没了。你想邀请学姐联动讨论政治，你可以，我是认真的，可以，而且学姐很尬聊，她政治真的可以很尬聊。对，而且他那边的讯息真的都是真的，好不好？不是假的。我甚至在那时候选举投票的时候，还快点 Q 学姐过来，你告诉我现在到底在演哪一出？我看不懂台湾新闻在报什么。然后学姐就简单明了跟我讲几个点，好，我就知道我要投谁了。好，谢谢大家。日本不会有假的啊，日本很多 BL 啦，那个日本的 BL 好棒啊！我不要跟你们讲 BL，我真的会鬼转 BL 杂谈，我跟你讲。都是客人自己看，你是台湾就想跟你聊，想跟你聊静平这样，我们静平被吓走了怎么办？静平你回来啊，静平不要这么拘束嘛！兔肉没有吃兔兔奖励的，伊拉塞午餐我有吃了1309，谢谢你。然后杭吉玛伊拉塞，你也没什么欺负猪猪，你不是欺负猪猪，你只是你不是欺负我，不然这样糟蹋我。对，你只是糟蹋我，你只是给我糟蹋，你不要欺负我，你给我糟蹋你啊！你是很清流对，大姐也算清流，只是就是对坏掉了。对，流吗？静平不要说出来输赢这样。我觉得那位静平被吓死了，他可能没想到大家会这么尬聊吧？因为其实通常在直播间大家都会避开聊政治啊。但是他没想到，可能我们这边有点太欢乐了，要直接叫他静平。
竞品你常来第一台啦，就不会把专注力都一直放到台湾啦。等到你心情开阔了吼，就不会时不时就想要那个，就想要那个是什么发射飞弹什么之类的啊。BL 可以的，不论是不是讲那没看过专门讲 BL 杂谈哦，我很想开啊，可是我怕说被退订怎么办？呀啦那一个单糖假是纯真的爱情，哇，糖包总裁，没错，就如您所说的，真的就如同龟甲妇一样美好，是不是？我刚才讲什么？没事，刚被盗账号，对啊，继续黑到什么底边变左柳这样子。好吧，啪啪熊你就继续软烂下去哈！欢迎，什么都能聊。我是说真的哦，学姐，如果我们这位发雪想要邀你联动的话，真的是 OK。他是我们这边最骚的公关组长，他非常的骚，对，所以请不要让小朋友接触他。但是他很健谈啦，人很 nice 哈。好久没有让猪猪变这么精彩啊！我们这边不是一直都很精彩吗？说啥呢？是不是？终于开始传了。好啦，我今天其实是唱歌，我要唱歌的啦。我怎么突然跟你们尬聊了？能聊政治也是那个个人式的优势，也是因为企业式、社团式他们会尽量避免，因为公司如果今天我是社长的话，我会拜托你们尽量不要聊，太敏感了，可能一下子就不是大好就大坏的吗？除非你们真的很尬聊政治，不然就干脆不要聊，真的是太敏感了，对。所以可能就是静平没想到这边这么欢乐这样。静平你下次再来一下啦好不好？静平我下次再 cue 我们这个我们学姐这个时间主妇的时间她一定都在啦好不好？猪猪开心指数100%，感觉普丁等一下会来。普丁我等你尬聊，我就为了人可以改政治杂谈这样。好吃鸡排好好吃，主播安安低声满美啊！买账号看台，真的吗？你买账号看台，为什么要买账号？还是说你买我的会员吗？虽然说我看你还没绿的这样子。大蓝烧神教伊拉塞迪哈说的学姐是谁啊？我们这位岁月静好所做研究室，我们这边存在2位学姐，一位是常常给我糟蹋的那位啊，不是，一位是我们红尘梦总裁啦，对，他很可爱，他是人狠话不多，对，他就是对他1秒，对，我在讲什么？对，我们红尘梦总裁，对他1秒，对我为了处罚他，所以才叫他学姐这样，然后姓转。然后另外一位是我求学时代非常敬仰的一位学姐，岁月静好所做的研究室。一今までね、鹿児島県、鹿児島県に住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ね。他现在住在鹿儿岛，鹿儿岛人气哦，生了3位鹿儿岛混血王子公主哦，超正超帅的哦，好不好？是不是？零负评的竞品这样子，是，我们真的很期待竞品下次跟我们尬聊了哈，1秒的学姐，对不起，那个胡学姐没有1秒，我说截图啦，我说截图好了，そうようこそ鹿児島県，我好想去，学姐，我觉得我今年度太忙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去，可是我觉得明年看看，我今年先把我想做的一些东西先做一做，对，因为今年我觉得我这样子冲刺，我不想要把钱浪费在玩乐上面，我应该要把握今年让自己好好的成长，因为之后还会有原创曲大笔的集资，这部分我全部都要投入我的频道，我的原创，所以那些钱不可以拿去玩乐坏，好啦，但是我还是会适时放松啦，好不好？所以出国的话，搞不好今年我就先不打算，今年我一定要先把我自己的目标先完成，对。别人伊拉塞。不过可能适时的放松也会啦，因为我姐妹也觉得我把自己绷太紧，所以好国旅好不好？对，国旅至少国旅一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就是可能就是稍微做个功课，我们还是拥有存在非常优质又廉价便宜 CP 值高的民宿，好不好？这样可以吗？发雪可以吗？还问一下，发雪可以吗？一个是说人，一个是真的学姐，是，我们这边有2位学姐。有沙根骚伊拉塞，欢迎你哦！有沙根骚也谢谢你，就是跟我说的你这样的状况没有问题的没事，希望大家都可以轻松低台，大家都不要有压力正好发呆什么，可以不要吗？我的拼图预计在我们5月份的生日季一起完成嘛，别这样，给点机会いつでも待ってます。ありがとう。いつか絶対行きますね。絶対行きますから。等我哦，学姐。猪猪惨了吗？别这样子，薄荷总裁，我还在这里，好不好？集资一个出国费吗？我觉得集资
不如花在本频道的上面的一些丰富度吧。如果真的要集资出国费的话，他妈我还不集资报。但是我觉得出国玩乐之前，我们先把该做的事情做一做。对，我还是希望先给自己完成一些功课，也是大家期待的功课。对，这些东西不能停下来，停下来的话，很快机会就不见了。对，所以可能会一路忙到今年年底吧，要出国再说吧。猪猪各式各样成长嘛，也是因为有你们呐、小 T， 我们出现了，我们这位小 T 说出国比较便宜是吗？我跟你讲，我前2天还是存在于这样的一个迷思，结果马上被发雪啪啪啪啪打脸。对，发雪非常生气，非常愤慨。你们就瞧不起国旅啊，你们就出国啊，走开啊，你们！啊，对，好，对不起，好，对我们稍微就是对我们还是有存在于 CP 值很高的国旅哈。猪猪不要忘记我对你的提醒，谢谢，我知道汤包哥真的超级霸总哎，他就说猪猪我不需要回馈，然后你可以忙但不准累哦，超霸总，超级。平常我可能会再劝一下说，可是你都花3200了，真的不要回馈吗？但是汤包哥我劝不下去，他气场太强了，就好是的，汤包哥 ，OK， 你不需要回馈 ，OK， 没有问题，谢谢你，谢谢你当纯赞助没有问题，还颤抖这样，真笑意啦塞，国旅就是可以去泡温泉就会放松。其实对我而言，我的放松就很简单，你只要让我去健身，你只要让我大睡一觉就没问题了，我就可以继续冲刺了。所以我希望。就像我昨天讲的，至少我要搞清楚我要集资的费用要用在哪里，至少我要搞清楚我接下来电脑的那些明细要用在哪里，我才敢开集资，因为我不要你们的钱被浪费在奇奇怪怪的地方。对，所以我昨天刚开启了一个就是对大家而言是牛刀小试的集资啦。对，也谢谢在1个小时内马上补满，然后还冲破。还突破天际这样，对，然后之后也是可能基本上这样看下来，电脑跟原创曲可能高几率会一起集资，但是我担心大家不知道压力会不会太大，但没关系，我们看事办事OK， 要2点了，我还没开始唱歌，我今天怎么这么碎念啊？我今天超碎念的，请大家轻松低台，这样说很厉害。对啊，真的啊，请大家轻松的低台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可以去摔跤房呀。我不要这么多片啊！冲绳比垦丁便宜吗？我知道冲绳的确是比垦丁便宜是没有错啦。对，这是猪很懂的运动休闲，肉一定很鲜美嘛。开玩笑，我的肌肉线条越发结实了，我都爱上我自己了呢。谢谢猪让我有大佬看吗？不，我才要谢谢你们，你们要这边给我装东西，你们一个都不要给我躲，你们给我5月份我生日每个都给我3800加下去，我要嘲讽你们哦，我嘲讽到爆，我跟你讲。设备设定会用吗？金包总裁，你问到一个好问题。もちろんできません。さっぱりわからない。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聞かれてもわからない。就是因为不会用啊，所以我就有跟林草讲说怎么办？我万一买了不会用怎么办？然后林草就说我不是要教你了吗？我说好哦，然后就咔嚓咔嚓，然后下定这样。我一定会再去打扰林草这样子。请各位丢爆林草，谢谢大家。为了我，请各位丢爆他，他真的帮了我很多很多。请各位可以把那个绿界改成那个林草的那个绿界的那个什么连结嘛，丢爆他，谢谢。看台中好像有点不拿手，非常不拿手。对，所以也好险，就是这部分就是其他逼朋友可以协助啊。对，像去健身房的途中，好，快去吧。5月份吗？老木喵，我5月份打算开启一个3800的会员，我要嘲讽你们，嘲讽到死，就是来个5NA 吗？断ります，それができません。就可以来赛，就是表示我这一拳下去，你可能会死吗？不会啦，毕竟我还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嘛，对不对？就是一开萌新会就去加就对了。好啦，我真的要开之前，我会先跟你们说。你刚刚怎么听成 Dekimasu？ Dekimasen 就这么可爱。所以昨天买了什么吗？我是
昨天买了就是我们要升级的麦克风还有声卡，然后也谢谢林朝的建议跟讲解，谢谢。主播耳膜刚刚坏了，请问你知道哪里那个有便宜不用运费的耳膜吗？啊，それが聞かれてもわからない。しょうがなくてわからないわかり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我不知道，所以几只是，好诶，38块。劲爆总裁，即使你现在是清流，但是你加进去，我还是得嘲讽你。我可以不要嘲讽你吗？迪卡也是喜欢去健身房，我固定每个礼拜一定要去健身，因为健身对我也是很大的放松，我一定要去，要不然我可能会因为肩颈酸痛僵硬，没有办法开台配型，是真的。手有腹肌才糟糕哦，也是哦。手无缚鸡之力，本来就不会长腹肌。你们说的都是。2点了，我觉得我该唱歌了啊！我该交代的后事都交代完了吧？请问我有什么后事还没交代的吗？你各位，敬爱的你各位，敬爱的各位专员们、组长们，敬爱的经理人，以及我们最敬爱、有点便宜的3200会籍以是组总裁们，你们现在真比300块便宜了，怎么办？你们怎么居然有办法比300块便宜？我真的服了你们了。好啦，谢谢你们的各方面的支持以及跟随。然后大概今年度要忙的东西，大概已经渐渐的开始跨出第一步了。对，然后对我也很多都是初次尝试，萌新到不行。我觉得我才应该是要加入萌新会籍的那个吧。好了，我自己先加了，好不好？自己花3800投入这个频道，然后让 YT 抽一下，这样也不是不行啊。我下次自己抽，我下次自己加看看，我有办法加吗？我有办法自己加自己的频道，然后3800吗？我们一起来当萌新好不好？互抽这样。听完猪猪的后事，你可以安息了吗？这么安息是不是？好，谢谢大姐，你可以安详的去睡觉了。夜班的加油哈，夜班加油。对，今天有唱歌，对，而且我现在好热，我现在满身大汗多喝水和一直碰就行了吗？凝霜是你，但是你是精明干练，讲得要毕业一样，没有啦。只是今年度很多事情要忙，应该是 YT 了，3800加满1年会有啥？超萌新吗？对，超萌新。水灵宝贝，你问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耶。我觉得对，顶多就超萌新啊，你开心就好啊。因为我现在光是以市组总裁的回馈，我就已经算是洪荒之力的每个月在回馈了，所以3800你们不要奢望会有更厉害的回馈，已经没有了。对，这次朱棣卡吹到底了。对，已经尽其所能吹到底了，所以3800真的开来嘲讽的，好不好？不要抱我太大期望。在这里，后事跟安详很常见。对，虽然没力，但是尤其是什么猪体攻击，这样是吗？也谢谢汤包哥啦，谢谢你们大家。来，我喝个水，因为满身大汗，所以我要去换件衣服。我们准备唱歌了。可以自己加是不是？我下次要跟你们一起当萌新哦。然后笑你们，哎呦，你们怎么在当萌新啊？就明明自己也是萌新啊，硬要嘲讽你们这样。好，你们等我一下哦，我们等下马上回来，真的就要唱歌了吼。
ただいま帰りました。我飞来呢，我飞来呢。嘿，金字塔顶端的萌新没有错。会员有巧克力猪脚可以吃吗？啊，那是我们1年1度的那个情人节专属。因为巧克力猪脚它其实不难做，基本上它的难度其实顶多3颗星。可是呢，它收集材料很难收集，因为我是因为跟猪肉摊的摊贩阿姨很熟，她才有办法帮我留这么多个猪蹄。要不然通常你们去传统市场采买，你们有采买的经验的话，你们去买猪脚，他们通常不会只把猪蹄剁给你，因为很多婆婆妈妈他们要卤猪脚就是卤一大只，所以一大只他们是要这样子一大只的才有办法卖给客人。那万一他只帮我把猪脚取下来，那有些客人要买一大只，会怀疑说啊，我的猪蹄嘞啊，是不是这只猪的来源就是不明确、不干净，然后他就卖不出去了。即使他的猪肉真的很新鲜，那对于摊贩来讲很伤。那也是因为阿姨她很疼猪，然后她也知道我常常过去光顾，所以我真的从1个月以前就开始收集猪蹄。我就跟阿姨讲说，我说阿姨，我不要你就是也不要阿姨亏钱，我说你真的有客人不要的这个猪蹄，你可以先询问客人需不需要猪蹄，因为大部分人爱吃中口，就是比较爱吃那个中间比较多肉或者是皮的部分嘛。那猪蹄偏胶质多，比较没有那么多肉，然后有些人其实也不爱吃，所以阿姨她真的就是很细心的帮我问每一位要买猪脚的客人说，这个猪蹄有一位阿妹阿伯啊，你刚没爱，那是你不爱，我得上阿妹啊。对，他这每一位客人这样帮我确定，他真的那时候帮我收集了10几个，我真的都想跪在摊贩前了。我天哪，你要一个猪肉摊贩这样子一一的跟客人询问，不可能啦。所以基本上我这个回馈真的就只有1年1度。对啊，今年错过了 ，OK， 下次等明年哦。哦，你错过了，错过了哦，你已经上加高阶会员，来不及了，明年请早。好啦，大概是这样子啦。对，所以那个真的是要天时地利人和才有办法做，所以我1年只敢开1次，因为真的收集材料太麻烦了，也很主要是麻烦摊贩这样子。我有女儿抱着你的抱枕睡觉被我妈看到，在线等吴娘刚刚打电话来破口大骂啊！请问一下，请问您女儿报的是哪一个款式的？是不是 LF88 的款式？啊，是没救了老师的款式。我只能说，嘿，不管2个款式，不管哪一个款式，很像都该被骂。对，我可以懂啦，我可以懂为人母的心情嘛，吼。啊，家己的金孙啊，抱那奇奇怪怪的抱枕，没事，不然哪一天你再把你的那个妈妈抓过来，让我跟她开杠一下，让我跟她解说一下，安尼好不好？给我一个机会，解说一下，安尼好不好？谢谢 Ellen 的水费哈，千里拉塞啊，对，什么是萌新吗？我是已经有点错乱萌新的定义了。你各位面线可以帮我回答一下吗？到底什么是萌新？在我家的频道很像萌新已经不萌新了这样。没看到题就被怀疑是不是猪脚，真的啊。对，其实很多人较爱吃中口，嘿，较侪人较爱吃中口，我嘛知呀，我家己嘛较爱吃中口嘛，对。对，但是因为毕竟我想要做猪蹄的形状，弄成巧克力比较有代表性嘛。你哪是用中口去做巧克力豆，你要是用中间的部分去做成巧克力，淋上去就很像一块肉块，不漂亮啊。所以你还是要用猪脚最显示它形状的猪蹄，所以我才那个时候疯狂的收集猪蹄，也是因为阿姨在帮忙，才有办法弄出这一道猎奇料理。对，重点是因为我还故意挑选苦甜巧克力，它甜味其实不重，非常好吃，真的很好吃。就帮你什么联系养猪跟屠宰场嘛。他们愿意这样子帮我，是不是？他们真这样子愿意吗？我只知道摊贩他们都不愿意分开卖，是因为我运气好，因为那个阿姨说真的认识我很久，她才有办法这样子跟我帮忙我这样子。对，那个老板娘真的很好，抱住猪，抱着应该很好养。球，你看这个又来了，你看你们这群总裁都在装萌新，你们最好跟5月全部加入3800萌新汇集哦。对啊，好 ，OK。直接买1年都是萌新，劲爆总裁！我今天真的会因为你这句话让你下小黑屋反省一下。好啦，
好啦，你们各方面就是在抓萌新啊，你们各方面努力的用自己的方式在抓住萌新的尾巴啦。我知道啦，你们都超爱特爱装萌新啊。好啦，来啦，我们今天就随性唱一下我们这一阵子在练习的歌曲，随性唱也当复习。目前还是3月对吧？我还没暖嗓没事，智报总裁，你在我们这边还是那个啦，那个什么清流，嘿，你放心，即使你下去，我也会找另外一位清流陪你下去啊。好啦，看到绿色名字是萌新，这样吗？还蛮喜欢听迪卡讲台语嘛。真假假，我其实讲袂练凳不过我尽量讲啊。你知道吗？群老厨我好，你们不要在那边装萌新，不要理你们。群老厨你嘛，你昨天的那个3000块的赞助怎么回事？小哥啊，萌新奴你是吗？你一下投入那个32500块，萌新奴你嘛？红尘梦学姐贝贝很好报对不对？你们1.5年资的有那个贝贝哦，就松快点。这两干嘛就令嘞哈？加加配就松快点。我们这是1.5年资的总裁可以获得猪猪特制贝贝毛毯3月来吧。迪卡讲的真迪卡讲的较好听哟。我甲你讲，其实台语就水的，台语讲起来嘛是就会当就好听的。因为我们可能常接触的台语是比较，当然台语骂人真的很难听，它力道很强。可是台语其实很美，台语讲好听的其实很美。我特别喜欢听鲁星讲台语，就是神霄团队的鲁星跟吴星，他们的台语就讲得很漂亮。对，然后特别是鲁星，他讲台语有一种萌味。对，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听他讲台语。对，他们2位的台语真的都很厉害，非常厉害。在普雷湾说好成为一道彩虹吗？少少哥，谢谢你的彩虹。这2天没有被顶，怀念吗？少少哥，想被顶一下吗？贝贝还公着舍不得打开。这2天冷冷的，还是可以快点打开啊，对不对？我们上次3月的伴奏，我看一下哦。好，你等我一下哦，我准备一下。阿妹的3月，他这张专辑我超爱，超级喜欢。他这张专辑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他可以用一些很轻快的旋律去带非常非常痛彻心扉、很撕裂的心情，很病娇，很病态，爱死，简直爱死，没神。迪卡讲台语有最好耍的 feel 哟，真假？台语骂人嘛是会当最好听的，主播骂互大家听看卖爱。你这个镜头，我不爱插你啊啦！安尼讲好，你又爱给我欺负这爱情的变主。其实台语骂人真的，挺有感觉。安尼刚好可以吼，撕掉最后又有一些平静的感觉，真的啊。大小姐的感觉，好啦，先唱歌啦。开个全台语台哦，嘛是会当啊，但是我烦恼恁的中风啊，中风也不是我，是恁哦。但是骂得好可爱，谢谢。好啦，来吧。还没暖嗓吼，所以第一首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唱得好听，来吧。
去了好几周，世界开始有点了，参不透的那种难过，突然觉得没什么，我的梦好多，我很好，你呢？2分钟之后就要天亮了，几分钟之后我也该忘了，想念爱没什么用，当3月过去了，世界会走，我不走。我的防喷麦2个人说分手以后，我刚忘记防喷麦时间变得慢慢的，很久后的一个午后，终于可以很快乐，我猜我好了，我可以笑了。2年后的你听说落魄了，几年后的我是否幸福了？可能爱停在风中，但3月过去了，别人都懂，我不懂。我们用心交换爱情而寂寞，我们一起因为爱情辛苦着。2个人的那时候，随3月过去了，总有一个会记得。云天一拉塞，我吃完饭回来，哎，对，我今天没有标题炸鸡哦，我今天是歌杂。我今天原本是要打歌回，但是我觉得不对，我早上很多事情在忙，一定有很多事情想要讲，因为我太了解我自己了。就朱蒂卡就是太爱聊天，所以我就想说，好，我歌回改成歌杂好了，默默的改这样。上次那个袁绍各位好像那种97%台语嘛，对啊。我迄当阵哦，讲台语讲到我真要被中风啊，家己被中风啊，知无？1309，谢谢全台语很想看的朋友哦，谢谢宝贝的推荐，呵，是啦，虽然听不懂，可是骂的好可爱吗？真的吗？哦，大小姐的感觉嘛，老吴喵说不够力是吗？我头到洗公啥？你这个头我不爱吵你啊，是安尼吗？要再够力一点，是不是？你北七哦，林州嘛，就是为了插小你耶。哎呀，这有点难听，这有点难听，不要这样。我觉得台语真的很有趣，台语其实这个语言很棒，你知道吗？然后像在骂人的时候真的很爽快，可是它美的时候真的也很美。对，我觉得目前就是听到很漂亮的台语，真的就是从那个生肖乡那边有新歌，
五行他们的台语真的就是讲得很漂亮，而且他们也很努力的在推广台语这部分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会，特别是因为鲁心它又是那种蒙蒙音，你知道吗？所以鲁心的台语，我是觉得很多女孩子可以去学，因为如果想学台语的话啦，从鲁心那边开始学是可以的，因为它那个蒙蒙音很可爱。我真的介意猪猪讲台语，我不要啦，我知道苗可丽啊，她真的是很代表，我们苗可丽真的很代表。猪猪可以开台语骂倒台。朋友之间，可是我很少讲你北七哦，我再不要插小你哦，我很少这样讲，因为真的不好听。对啦，我就是打电头在咖喱叫你阿久啦。台语才是有历史的语言，是真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它有一些也是政治立场的关系，所以很可惜。但是我只能说，语言这种东西是不分层级。不应该去给它污名化，任何的语言都是这样子，它就是一个语言，它就是代表一个族群在使用的东西，不应该去污名化它。台语很美，请大家一定要讲回来，好不好？因为现在会台语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那有些人他们是心有余力不足，就是可能环境上没有办法让他们学，不然就是说可能长辈也觉得他们讲不好，就一直被否定，他们也干脆不想讲。因为我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我觉得，但是不管怎样啦，还是尽量讲，即使被笑了，讲下去就是你的，对，苗可丽真的很强，她那个台语骂倒真的，我觉得苗可丽姐可以开个那个骂倒台，应该也会万人吧，我在想万人骂倒台，我苗可丽姐这样，布袋戏吼，布袋戏袂歹。不过布袋戏讲的台语有当中不是像你要标准，应该说布袋戏他们讲台语很美，可是有些你们会发现他们那个有些字词不会在平常的时候讲出来，甚至有时候有在讲台语的人好像也听不太懂这样子。但是布袋戏很棒，因为我小时候也做过迷妹一阵子，所以我元宵歌会才会开潘梦圆出来唱，因为那首歌我也很开心可以 cue 到很多人这样。维尔伊拉塞，猪猪，你知道从汉代开始官方语言？原来如此，老吴喵，谢谢你的科普。家里没人跟你讲台语，但是看电视剧用的台语啊。我是从小就台语熏陶长大的孩子，可是讲的最烂的也是我。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我就没有用的维尔。我台语讲袂认真，我是没有用的少年人啊！维尔伊拉塞，公子伊拉塞，谢谢你们过来，伊拉塞，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第一台，感谢你们的降落，你们吃饱了没有？欢迎你们，舒涵公子 Talon， 然后这位是 Moon 吗？月亮先生吗？来听我唱歌嘛，好哦，来听，大家最到，我突然又没认真啊，大家。最近来听迪卡唱歌，好不好？谢谢农民的降落。淡定白开水，你看起来很淡定，但我觉得我需要喝一点白开水了，谢谢。农民ます呢？光太郎，然后爱布兰伊拉塞，然后 K 伊拉塞，欢迎你们安全降落。以前有台湾古诗人都用台语音是真的很棒，超喜欢。你就爱听我讲台语有啦，可是我发现我下晡的时阵都讲袂认真诶，不知道是安怎。我的台语开关要等到晚上才有办法开启它，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不是有讲台语，就是像因为工作关系，每天都要讲台语，笑死，这样很好啊，那就好呢。迪卡的台语很顺的吗？谢谢涵，谢谢舒涵，我已经尽量讲了啦。对，但是我真的是我家族里面讲最烂的。主播真可爱吗？谢谢，刚下你的鹅了哈。我要听猪猪唱歌，差不多一首了。那我不加弹了啦，对不起啦，我唱歌可以吗？我又被臭了。来，我看一下右边有什么献给各位。昨天有唱过，但我们再来唱一下吧。这首歌也是我的旧观众知道，我有一阵子很拒绝去听这首歌，听了觉得很痛，因为太伤了啦，太伤了。但是现在没事咯。眼睛仿佛起了雾，也许只是镜片模糊，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
另一个人体贴照顾，或哪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欲却未卜。不要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它还在等，能不能被在乎？女人啊，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做主。想象未来可以手牵着手的路，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亲爱的，我们谁不曾盼望有一份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幸福啊不会被拦阻。总有一天可以被所有人羡慕，真爱也许只是迟到一步。对啊，没事之后就常来唱，因为洪嘉慧姐的歌太棒了。对啊，我总是要让这段过去，好好的把这首歌诠释吧。对啊，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欲却未卜。不要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它还在等，是否有人在乎？亲爱的，我们谁不曾盼望有一份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幸福啊不会被拦阻。总有一天可以被所有人羡慕，真爱也许只是迟到一步。偏偏寂寞总是难相处，偏偏难过就是扛不住，不知道为了什么哭。男人啊，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做主。想象未来可以手牵着手的路，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亲爱的，我们谁不曾盼望有一份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幸福啊不会被拦阻。总有一天可以被所有人羡慕，虽然现在还是一个人住，虽然现在还是一个人。我今天声音会不会太大声？我想刚才发现我声音好像有点太大声，不知道会不会让你们觉得就是平衡有点爆爆的这样 ，OK 吗？平衡还 OK 吗？舒涵，谢谢你们今天来听歌哈，可爱的兔兔们都曾经帮我有一份好归宿，直到兔兔想不到被吃掉，我也被豚猪鸡吃光，死鸡可以什么永远吃？他们在我的胃袋里面，不就是可以盼望有一个好归宿吗？啊，刚我讲出来了。哦，还好啦，声音 OK， 平衡的话还可以嘛。哦，那就好。我想说奇怪，我今天声音怎么那么大声啊？有点自我怀疑，声音太大声了吧？
很棒，好听吗？谢谢周慧姐，别以为加了鼻音就听不出来，居然真的假的？因为周慧的声线也很美耶。总有，你把我的宗旨讲出来，这样子对你好吗？你小心被我下封口令。周慧声音也很漂亮哎，可是周慧的歌其实我不熟啊，我其实真的不熟。对，终于还是承认了这样。我刚只是被盗账号，好不好？我没有吃兔兔。我跟你讲，从今以后，我买是继续讲，我无食兔啊，我真正无食。好，我是清白，好吧？我真正是清白，我无食就是无食，莫去讲啊！快点剪精华，你们剪啊！你们剪啊！反正我们水灵宝贝站在我这边，他不会剪啊，宝贝。你不会剪对吧？你不会剪对吧？对吧，宝贝？这样的我，你还爱我对吧？是吧？我真的很想把那个阿妹的变焦歌曲都 Q 一轮出来唱哎，尤其叫我们要好的归宿。好啦，宝贝，你要剪就给你剪了。最少3个小朋友会先哭着离开，可以不要这样子吗？好啦，宝贝都是对的，对，宝贝只要剪出来，全部都是对的，好不好？好啦，宝贝要剪什么都可以，宝贝都是对的。来，我们前2天好练习这个。我觉得这首歌很难唱哎，我觉得佳佳很多首歌都不好唱，但这首歌真的特别难唱，不知道为什么。谢谢你们来到猪猪频道听歌哦，先给大家加酒。抱歉，不是洋娃娃，微笑久了会累吧？我怎么想就那么想，懒得再假装。抱歉，不擅长模仿你想要的那种优雅，想哭的话就哭了啊，管谁的眼光，我有一点累才没会醉，你认为的自以为并不是无所谓，别把爱情变成了趣味。我们是真的爱吗？我想问我自己吗？要是想家家就想要家就有个家，那该有多好啊！愿望都会成真吗？打开前进模式吧，爱不是放假假就问你了说放就放，像没事一样。我要先吞口水，不然我打口水又无地自容。抱歉，不是洋娃娃，微笑久了会累吧？我怎么想就那么想，懒得再假装。抱歉，不擅长模仿你想要的那种优雅，想哭的话就哭了啊，管谁的眼光，我有一点累才没会醉，你认为的自以为并不是无所谓，别把爱情变成了趣味。我们是真的爱吗？你想问你自己吗？要是想家家就照剧本过下去啊，那会多快乐啊！结尾会有彩蛋吗？谁会抢着说实话？爱不是扮家家就讲好了要忘就忘，像大人一样。要是我掉眼泪，那是爱不是筹码，转过头不让你笑话。
家家就照剧本过下去呀，那会多快乐啊！结尾会有彩蛋吗？谁会抢着说实话？不是扮家家就讲好了要忘就忘，像大人一样。爱不是扮家家就讲好了要忘就忘，像大人一样。是啊，你们都很假，假爆了，假翻了，但你们都是我的骄傲。你们很假，但也是我的骄傲啦，这样好不好？哎，女仆，好，谢谢蛋挞，谢谢舒涵，喝水水。哎，尘埃昨天好像有点速成，对，很开心可以速成，但是它中间怎么啊？中间那个啊要怎么啊？假爆了，像大人一样，超假！我就最喜欢你们这么讲，我就最喜欢你们就是时不时就彼此找老公，彼此互相取暖找老公这样，好棒啊！你们超棒的，全部都是我的骄傲。来，尘埃哦，哎，尘埃前面怎么唱？我尘埃真的是很速成，我昨天是不是1个小时之内就把尘埃解决掉了？很快哎。这首歌很抓耳，超好听的。可是前面怎么唱？这个就有点跟那个临时抱佛脚。你考试临时背得起来，但是考完就忘了。前面怎么唱啊 ？Oh my god！ 哦 ，OK， 星星一直都在。哎，怎么有佳佳帮我导唱？佳佳，不好意思，佳佳，你先下去休息一下。佳佳，你先在评审坐一下，看我有没有资格让您为了我转身，好不好？佳佳，麻烦你了。好，你各位评审们，星星一直都在这一片云海，等着太阳疲倦之后离开。我也一直待在这个模糊地带，等着你疲倦了回来。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为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真爱，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沉默像真爱，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佳佳老师，时间走得太快，要爱得痛快，宁愿受伤，也不想要空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
不要在孤独里徘徊，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面线里徘徊。不，我们绝对要在面线里徘徊，一定会有个未来。你如果想被疼爱，想找一个未来，请务必一定要在面线里徘徊。谢谢大家，他们都很暖，暖到你直肠，你知道吗？不是他们，对，不是直肠，是他们很直率，对他们真的很直率，很暖。每个都跟我讲说母胎单身，我不相信，你搞得好小，我这不喜欢雄性，我就不喜欢雄性，你母胎单身。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家面线很暖可是每个都跟我讲说他母胎单身啊，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因为不够坏吗？谢谢这位信众，柯南伊拉塞，扎波波伊拉塞。佳佳老师忍不住想唱，是。然后迪卡今天唱法不一样吗？哦，真的吗？真的吗？我不知道。各位评审们，请问可以转身吗？你们刚刚转身了吗？谢谢大家。这位老公伊拉塞，迪卡下午好，你好。然后 Thomas 伊拉塞，阿明啊伊拉塞，然后 ZHEN 伊拉塞，猪迪卡变假迪卡了，这样子吗？偷偷不想在猪猪胃里徘徊，我就没有吃啊。职场还是职场吗？当然是前者啊，是不是？如果讲到后者，那高几率是我被盗账号，想沉溺在迪卡职场的面线里。感谢猪猪让我们彼此变得主动，真的，你们超主动的，是不是？只要我没有开台，你们就会主动去寻找彼此的温暖，对不对？小小老师转身不知道，但假都转身了，谢谢波西米亚老师，谢谢，温暖到恒温38度，我们大高雄工业国非常的温暖到今天很像，我体感温度像是27度啊，好热哦，真的有单身啊。被暴击还不信的猪猪就没办法，你每个都这么暖，跟我讲说母胎单身哦，兄弟请转身 ，OK 没有问题。好啦，你们都很美啦，你们就如同牡丹花一样美，好不好？你们超美，兄弟转身有急事，一开口就转身这样谢谢广义，感谢你们的转身，你们可以为了你各位的老公们转身，好不好？来，牡丹们，你们都很美，你们来这边转身就对了，好不好？请为了我而转身，好。但是如果你们想为你们的兄弟转身，乐见其成，好吧？猫薄荷转身有点像。直接转身，你们那个字要选好。冷气显示24度，我们这边是27度，好热哦。大高雄工业国就是一个热、温暖、安详、
哎，为什么有安详？来，我前阵子还有练那个，来，我要把博若石玉口大哥的伴奏开起来啦，博若石玉口大哥的伴奏啦。布鲁斯·瑞克的大哥的伴奏啦啊！我不是要唱写真爱情故事喽，这个唱到爆掉烂掉喽，大家应该不会想再听喽。我们要唱阿妹比较后期的歌曲喽，每一首都超好听的喽。啊，那首歌在哪里？等一下，我来熊吹吧。我们先切到布鲁斯·瑞克的大哥的专属的伴奏区喽。牡丹已经转职大魔法师，真的假的？拍拍手！你们都是我最美的牡丹花，好不好？你们都是最美的哦。不合，谁叫你这么人气？是不是？牡丹的花语是什么？我不知道哎，牡丹花语是什么？但是我很爱牡丹花，它超美。看到猪猪你就很安详，就安详的玩弄猫薄荷。哦，去吧，我乐见其成。OK， 太棒了，我就是喜欢你们这么渣。哎，不是，新观众可能没听过。大哥哈，大哥，我们明天生日的寿星宝宝哦。我看一下哦，大哥的伴奏区在这里。然后你们帮我记一下，我等一下要唱《桃花诺》，我有练《桃花诺》，但是我又忘记，我等一下会不会担心我又跟你们尬聊，又忘记唱这首歌？你们帮我记一下。OK， 这首歌很难搞，就如同他的歌名一样，真的很难搞，可是好好听。我这首歌啊，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哼唱都觉得很有自信，但是你真的聊下去练，发现哇靠，超难唱，我连前面的拍子要怎么进去都忘记了。是的，子琪的《桃花诺》超好听。哦，好好听哦！其实我觉得阿妹后期的专辑很对到我，很喜欢她后期的专辑。我要从哪里开始啊？来，我从来都不信，读看看，永远什么誓言？很像不是哎，等一下，蛋呢？我们再一次。我那时候有抓到啊！我要从哪里？在开车的时候唱得这么有自信，然后自己练的时候突然忘记要从哪里切入。阿妹怎么办？这首歌超好听。我找一下哦。我从来都不信，好像不是从这里啊！我对自己没自信了啊！从哪里开始？好，来，应该是这里，应该是。我从来都不信，永远什么誓言，随时预备去面对。终点就不怕破灭，能快乐的瞬间才更激烈，就跟你们一样。你不要批评我，活在幻想的世界，为难自己和别人，太坚持，该
该死的细节。其实我也疲倦，承认我难搞，很复杂，脆弱又骄傲。我任性的逃跑，想证明我对你多重要。对，我进歌很迷航，不好意思。而且我第二段也很迷航哦，应该是这里吗？我需要浪漫的危险，又保持安全，渴望最依靠的你能给我孤独的空间。承认我难搞，我猜我心又快倔强，我太容易烦恼，拥抱美好，忘了微笑。气死我！这首歌怎么这么难唱？气死我！给点机会。好吧，我再多练几次啊！你们这首歌可以不用转身，那唱的有够烂的，气死我！怎么这么难唱？鸡鸣干练，不是鸡鸣干练，是鸡鸣干练。好啊，我这首歌没有鸡鸣干练，对不起，我唱的好烂哦。阿妹，我对不起你。金鹏没有砰，没有萌。认真的迪卡，今天金萌干练能不能除草呢？这首歌可能没有办法除草。好了啊，格鲁哈伊拉塞，当初唱的时候也说，真的很难搞，超难搞啊！可是就是这么难搞的歌，就是有 Mason 有办法驾驭，太棒了，阿妹。那个时候除了这一首，还有另外一首也很难唱我为什么都要开一些那个搞死自己的歌啊？那一首在我看一下啊。一度，那首去哪里了？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好哦，阿妹，你说了算。朱蒂卡，你干嘛开这两首这么难唱的歌给自己唱啊？阿妹的歌很难唱啊，这两首歌特别难唱啊。桃花诺吗？啊，我的桃花诺，对哦，我差点忘记了，谢谢，太感谢大家的提醒了。开阿妹的半百嘛？对，阿妹可以开半百了，真的可以开了。我阿妹唱到烂掉了，你们不会觉得很腻吗？你们没有发现我后期一直故意找一些可能阿妹就是大家可能不太会去听的那些歌曲，然后又很好听的，一直疯狂推广给你们嘛？因为我真的很担心有些就是唱到烂掉了，你们已经听到腻了这样子，对不对？阿妹老师，你看今天能不能除草成功呢？好，我跟你讲，要是我有生之年，我这个逼声有办法让张惠妹替我转身，我跟你讲，我立马哭给你们看就算了，我还立马就是幸福到毕业，我跟你们说，幸福到升天毕业，已经转过来说默默搬椅子。阿妹歌超赞的，她真的是我的神啊！来。我们先转换一下情绪哈，太难搞了。我们先桃花诺一下，打桃花诺怎么唱？桃花诺怎么唱？子琪桃花诺怎么唱？粗略的算一下，起码你51首可以用，谢谢大家。其实阿妹的歌不止51首啦，我还有很多那种。就大家可能所谓比较冷门，但是又很好听的歌，还没有请不入世玉口大哥做伴奏，好不好？因为那些可能目前是伴奏找不到，但是也很好听，这样子。季贤伊拉塞，桃花诺，桃花诺怎么唱 ？Oh my god！
初见落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问今夕又何年？心有惜但愿执念，仍会过今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这般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年暮，一花一树一滩土。情史中，爱偏还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追逐。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最后一句，花瓣瓣，然后呢？留在爱你的路。好了，随便啦。这一世千般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年暮，一花一树一滩土。情史中，爱偏还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最初。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前程复原来时路，一年桃花映过度。那一年，几阙时光在重复。听雨疏，望天湖，人间渺渺情难诉。回忆慢慢留在爱你的路。我的精明干练在桃花诺找回来了吗？谢谢大家。杰伦老师，哎呦，不错哦。冒牌杰伦老师是吗？好了，即使是冒牌的，我也很开心呐、好不好？有找回来了吗？我的精明干练没有生草了，对吧？没有生草，对不对？原本长这么长的草有除草了是吗？有啦，有除草了，好吗？我除草了，我除草了，我不止除草。我下一首还要献给大家心血的花生，谢谢大家。星屑ヴィーナス。好了，ヴィーナスじゃなくてヴィーナスだよ。エメの星屑ヴィーナスいきましょう。笑っていたのは強がりからじゃなく、泣き顔なんかも見たくないでしょう。星屑みたいな一粒の出会い、さようなら、最後の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い。そうだよ、私は平気だよ、強いから顔上げてごめんねでも言わないで、辛いから
什么清明节到了？哇，可以看到牡丹花了，超美的。そうだよ、悲しい顔をするくらいなら顔上げていつもよりも微笑んでいたいから You're so precious、君との時間のすべての I miss you、yeah、抱きしめて歩いてく、笑っていたのは強がりからじゃなく、泣き顔なんかもう見たくないでしょう。一番綺麗な私を覚えてて、もうバイバイ、最後の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い。今さら涙が止まんないよ、望んでいたのは大げさなことじゃなく、ここにいてもいいよって言葉だけ、星屑みたいな私を覚えてて大丈夫、次の出会いならすぐそこに。牡丹哪里能看到啊？看我就好。你最好牡丹啦，刘妈。今日份的迪卡可乐泡久了，有软了吗？哦，我软嫩了吗？我没有像昨天这么硬了，对不对？我觉得好硬哦。对啊，老师有时候跟我讲说，迪卡这个好硬哦，对不起，我好硬，对不起。因为老师一直跟我讲说，我唱歌的 power 够了，那现在就是有些东西要适时的放软。我说哦好 ，OK 的，我尽其所能，尽其所能。但是下一首歌我没有办法放软啊，下一首歌你不硬的话没有办法唱啊。干嘛练这首那么难唱的歌啊？这首歌超好听。应该说阿妹的歌没有不好听的，谢谢大家。粉丝滤镜也很难唱啊。来，我喝个水。以后开食物歌会，这首歌会因为花生而上榜，没有错，绝对会。不是啊，你总不能开地图炮吧？啊，也是齁。这个是我们刘妈的温柔啦，好不好？云龙方伊拉塞，伊拉塞，就是需要变得更柔软。是，我尽其所能的柔软。但这首歌我没有办法软，我软不下去。我软不起呀、这首歌我软不起，没有办法。这首歌软烂，人家没办法唱好。这首歌一定翻车哦，绝对翻车。我先预告我会翻车，待会就可以翻的理所当然，对不对？林老师，这个迪卡顶 Coco， 有啦，我这个必须硬一下，让我硬一下好不好？对，就这样硬一下。来，直接来咯。说要了断，你说的简单，什么时候你可以这样随口说了就别再演戏，剩下做泪的表情我早已看清，只是选择相信，等待一切透明，事实丑陋的要命，被狠狠伤的是我的不离不弃I don't know baby， 我已经不再认得你，既然都这样了，我人生可以没有你。说要了断，说的简单，什么时候你
可以这样随口说了就算？说什么我爱你 every time oh no， 怎么可以说的这么自然？说什么我爱你，说什么我愿意，让时间证明证明失败，从此后你不用再犯。我真的太感谢不是雨果大哥帮我把这一段留下来，干得好，大哥！先预祝你生日快乐，大哥！大哥根本不知道我在干嘛，大哥这样耳朵有点很痒。大哥生日快乐，大哥！大哥很烦，然后鼻子很痒痒，一直打喷嚏一样。你说要放弃我们的关系，我们不再联系，开始选择逃避，你变得很神秘，我爱你变我爱过你，想要简单的爱情好不容易I don't know baby， 生活不再有交集，你的东西拜托早点过来都拿回去，说要了断，说得简单，什么时候你可以这样随口说了你就想来，最好那么简单，你想得太简单，那就看着办。说什么我爱你 every time oh no， 哦你说的这么的自然，说什么我爱你，说什么我愿意，让时间证明证明失败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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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爱你说什么我愿意 every time 怎么可以说得这么自然？说什么我爱你，说什么我愿意，让时间证明你最好，你最棒，你最诚恳，都你说了就算。好难唱啊！我气死我了！我要死掉了！大哥是大哥，兄弟を誕生日おめでとう是。哦，我要死掉了。是我们3月份的总裁们生日的真的很多啊！同整我们3月份的总裁真的都聚集在3月。你不是讲好一起在这个时辰出生，成为双鱼宝宝以及母羊宝宝的吗？3月9号趴趴熊，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当天阿月总裁，我们刚加入，砰砰砰砰砰，超劲爆，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的劲爆总裁17号，不是一口大哥20号。这个已经泛黄了哈，我们那个不是一口大哥这个选项已经泛黄了，对，泛黄了这样。然后29号是我们广义，超多的哎，1、2、3、4、5位在3月，而且同时又是总裁哎，太棒了！我决定你们可以在腐花堂创作一个5人行的故事，好，5人行的故事，对不对？好，他们非常有缘分的，同时在3月份出生，同时又是总裁，超香的哎，5人行哎，对不对？嗯。差点就没气了，对，我没有办法，你说了算，太难唱了，很难唱。我不是3月，看你不是大佬，你走开，你这个2月的，你走开。你也不是3月，不是，你们超烦的。求求你在那边给我在那边，又在那边装萌新啊！我们有各式各样，每一个月的总裁都有，好不好？对，但3月就最多，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是不是大佬从出生就决定了？没有 ，Lucy 别这么说。对，你们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大佬，好不好？我常跟大家讲的，大鹅、小鹅都是好鹅，好不好？金鹅的鹅，好不好 ？OK， 好，我们量力而为，共体时间嘛，对不对？
五人行小短文应该可以，我也这么觉得。他哇，你有灵感了吗？欢迎哦，欢迎大家，好不好？我只要唱你说了算，我这首就让他满身大汗满身大汗，你知道吗？我突然好想念宝哥的歌哦。宝哥的歌虽然说也很难唱，可是就觉得就是，我们来唱一下宝哥也是高难度的歌，我看一下。猪猪表现的不错，排除最后那个气息部的那个。谢谢，我又被你们转身了吗？我今天份的歌回也有资格让你们获得你们的转身吗？这样子。挑战加一点点的那个慵懒进去，感觉比较谢谢，感谢评审们，谢谢大家，谢谢。好的，没有问题。不是，我不是要唱《写信爱情故事》，对，我只是要从这里进来，我只是要从这里切入，对，切入。来吧。孤单太 Q 啦！这首歌真的是神一般的作品，神，知道吗？神一般的作品，很激动。多少次错过又来，多少次爱过再爱，直到拥有才明白，我的爱。对，写成爱情故事一直很想被 Q 出来，这样。轮到我了吗？没有，你下去。没有，你下去，冷静点下去。早已习惯这个酒馆，午夜以后的凌乱，浪迹的背叛。有人烂醉，哭得哽咽；有人将嘴角一撇，从容一切不屑。我想一个人的心被爱恨情仇彻的袭来了以后，那是是非非该欣然看破。多少次错过又来，多少次爱过再爱，直到拥有才明白，我的爱已不再爱 no no oh no， 请与我 share 完这一杯酒，我情愿孤单，却清醒地走出门口。哦，这首歌好棒哦，从头到尾就是棒，就是棒，不知道在棒什么的。可是很棒是没错，也很难唱。煽情过头的萨克斯风，依然七情犹豫种种。我想一个人的心被爱恨情仇不断折磨过以后，那缘深缘浅会自然无头。原来多少次爱过再爱，直到拥有才明白，我的爱已不再 No No Please don't 告诉我，我太需要朋友说
失去才恍然，我的爱多苍白。No， 谁对谁错？为何我是我，失魂落魄？朋友，你懂不懂？说他们来的自由，我们，你要怎么做？我难道不够成熟 ？No， 谁没有呢 ？Please don't go。我们转换一下心情，带大家来到二姐的舞台。我们二姐待会会不会去开钢弹，我不好说。但是她先带我们从酒吧离开，来到了大自然，可以吗？对，大人才懂的歌，这个学姐超赞的。花若日去，虽然去，搁开紧，无共时，叶若落大，随不去，搁花已经无共味，阮你不知。心意，为着心因等春天，不愿青春通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式。一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魄交予你。世间日落，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心意，为着心因等春天，不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式。一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
你们觉得二姐会去开钢弹吗？还没，二姐还没有想开钢弹，她还想继续唱。我们二姐还想要心狠手辣一下，她还想继续唱。开钢弹太累了，唱歌不好吗？啊，心胸手了啊，送给大家。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换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你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你无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笔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手热？当初的旧纸，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求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手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目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转来你爱我？诺威伊拉塞，就是这个味。张惠阿妹的年代真的是知心辈出。其实各个年代竞争都激烈，对，不过他们真的是那个年代的代表，非常厉害。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换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你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你路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笔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手热？当初的旧纸，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求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手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目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转来你爱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手热？当初的旧纸，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求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手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目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转来你爱我？来喽来喽，二姐不要停哦，来喽来喽，二姐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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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杀鬼了！你哭着。傷だらけ
前の世界の頭上に闇が重たくもたれかかって冷めない時の中、悲しみはどこまでも追いすがって、それでも空は夜明けを探して鳥に行く未来、僕らは弱くも儚くもないよ、信じて愛して燃え尽きてゆく、繰り返し繰り返し血を流す魂が夢を見るその先に輝いて輝いて新しい朝が来る、希望がなびく声、君を呼んでいるレイレイ。来，我们二姐跟着我们探假郎来去抬贵喽！你刚才要探假郎是啥？探假郎，不是有探假郎的歌吗？好，你讲怎样了吼？失うことで落ちてゆくか、それとも光を追いかけるか、選んだ来た道に散らした涙もきつも遠くなって、息を殺し追憶の影に焼かれ、それでも鮮やかに風を切って手に入れる未来、情熱がいつだって灯火になるよ、天高く登れと罵りを上げて、風になり花開き魂をかき鳴らす、僕らが急ぐ場所へ華やいで華やいで新しい朝が来る、光がなびく声、夜のもう一つ向こうまでどうしても届かない手のひらを支えてくれる声がいつの間にこんなに響いてた、君の行く場所に光あれと祈ったすべての心のため、繰り返し繰り返し血を流す魂が夢を見るその先に輝いて輝いて新しい朝が来る、もうすぐ始まる歌、傷だらけの世界の頭上に我们今天二姐拿起了日文刀啊，对对，你们都很懂。炭治郎、炭甲郎没有啊？那个时候不是鬼灭很红嘛，然后好像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就是在练那个炭治郎の歌的
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观众刷探假狼的瓜，然后我就笑到快疯掉，太会了，嘿，真的是探假狼的瓜。哦，好，我休息一下，我要喝个水，进广告。哎，不是进广告，对，我们进 BGM 一下。我喝个水，我要去摘花一下，然后回来我们会再继续唱个几首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哎，我每次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心里想说，我到底有没有讲对还是讲错？你们不要回来，对，不是，你们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可以吗？嘿，应该是这样讲没错，我文法没错的，我文法应该没错吧？好，不准走开哦。一个都不准走啊！伊拉莎有没有伞？对，我之前很爱玩鬼灭马拉松。哎，强强，哇，强强伊拉莎，强强你今晚是还未困，还是准备要困啊？都几嘞？都几嘞？强强，强强记得好好休息哦，不要太累。好，好啦，来去就只变瘦咯。这个用台语讲好可爱哦。もうすぐ戻るからまたね，拜拜。我的房间好香哦，我的房间超香的，我好喜欢我房间的味道哦。啊，朱蒂卡的味道真香，你们闻不到哦。呵呵，我回来了啦。ただいま戻りました。OK， 有的，谢谢 Wilson， 我有看到你。然后薄荷，你干嘛奸笑？谢谢 Ellen 的水费，谢谢 Georgie 的水费。但是跑马灯一直都是相反的，对，就是要这样相反，就是故意的。わざとだから。たまはいらっしゃい。あ、いらっしゃいじゃなくてありがとう。いらっしゃいじゃなくてありがとう。林九，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啊，对对，你这样解读就对了。听说文字顺序不影响我们阅读嘛，对不对？嘿，这样就对了，没有错。09跑马灯一直都是故意的，没有错。塔娃娃，谢谢你的水费，塔娃娃，谢谢你的水费，塔娃娃，谢谢你的水费。然后去了吗？这我不好说。有这么快的吗？有。西恩2024 3月19下午3点27分，我们敬爱的主播悄悄的离开了我们，仅仅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主播就离我们而去。一眼瞬间，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足够我啦啦啦啦，忘记歌词。我的时间，因为爱过完美，谁都不该离太远。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足够我熬过千年。我不后悔，爱若让末日提前，我们要一起好好迎接这句点。不晓得为什么我下一首歌很想唱 FIR 的歌，我给我干奶，只是那咖喱干奶有，就唱完一眼瞬间之后就很想唱 FIR 的歌，不知道为什么，我给我干奶，这明明是阿妹跟老萧的歌，为什么突然又想唱 FIR 的歌这样？谢谢塔瓦的水费，然后摘花跟装水，是的，我回来了，很好闻呢，超好闻的，我房间的味道，这点香氛怎么能独享？当然这时候我也可以独享啊，对不对？想象力是超能力，对我跟你讲，你们想象猪猪的味道很简单，你们去那个猪脚店，吸爆那间店就对了，就是这个味道，好不好？你们说不香吗？超香的啊！好骚！你觉得什么猪脚的味道很香啊？真的我没有在好小你们呢，真的很香啊！对，卤猪脚的味道有撒根桑，没有错。这首是不是没有唱过？对，这首是男女合唱的，但是我之后想要玩一个男女合唱的歌会，我自己当的哥，对我自己一人诠释两角，对，今天的我是的哥也是的咖这样子的玩法，因为老师也叫我练低音啊，所以我就想说男女对唱练起来应该很好玩，之前跟长官的那个撒中昂有没？哇，我饰演的哥很像还可以因为王世贤的 key 非常低哦，王世贤好帅哦，可恶，也是长官的男神这样，有点像他的 key 很像是。今夜风寒雨水冷，可比红花落风中。既然已分开，唔通搁讲起我头上加添新稀味。你需要望为你，为你一人绵绵情，谁在梦醒变小忙哦，亲像你的梦，阮的心袂轻松，为你我心重担。无见中秋又风东，只有玫瑰山，很像可以还看看呢。只有玫瑰山中，那个音非常的低。不过说到这个啊，因为我那时候去歌唱班的时候，我的第二首考试歌曲很像是有一种悲伤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老师有就跟我介绍到说，阿令的 key 有办法低到像男生这么低，让我超佩服的，好厉害！所以我不晓得，就是阿令好像也可以开一个就是关于男女对唱歌会这样。如果他的声线真的可以低到男生的 key 的话，哇，超令人佩服。好，谢谢大家。下一首歌就是有一种悲伤，来，我们来找一下。我没有在好小你们，真的啦，因为旁边就有伴奏啊。伴奏去哪里了？有一种悲伤不是在吗？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怎么变林忆莲？等一下有啦，有一种悲伤啊，真的有啦。随心所欲，
老板给我来一份肉圆跟龙骨鸡，什么好香，饿了，是，会被店家赶走？不会啦，你说这个店家很香，他会很开心啊。哪里买得到八角嘛？五香的香气，你们可以去那个啊。其实一般八角或者是一些比较简单可以取得的香料，那些全联其实基本上都有在卖，或者你们去传统市场，好，那个一定也有在卖。猪脚店大溪啊，是低卡的逼这样，啊是嘉宾的逼，啊是低卡的逼安呢，啊是很 Oh my God， 很懂哦，很低，真的是很低。不过我就觉得，就是除了想练高音域之外，我觉得低音域其实也是应该要被训练的啦。不得不说，王世贤还真的会演戏。是啊，他除了很会唱，也很会演。今天的歌单就是什么，靠旁边跳出来的，也算是一种跳痛。是，我今天要痛，你们今天还没痛到，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痛一下，稍微痛一下你们。虽然说高几率痛不到你们啦，因为你们现在防御力还蛮强的。不过我不会放弃，可以让你们一痛再痛的。等一下，我的有一种悲伤呢？我在这里，我想说我的有一种悲伤怎么不见了？牙医斯不是初见了哈？有一种悲伤就是你的观众很爱跟你骗初见，是不是？要教授歌单跳痛吗？不要了，教授歌单跳痛到我自己了。我们就999朵玫瑰，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唱，连我妈都没办法驾驭了，是要怎么唱？请问掐门姐嘞，我妈没办法驾驭，你觉得我有办法驾驭吗？我妈那时候刚好出场，然后她听我在唱999朵玫瑰，她还黑人问号，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唱。你知道，我妈露出了黑人问号的表情，我那一刻我总算懂了，这真的是耳顺的年代，你知道吗？这是耳顺歌单，我的天哪！阿照伊拉塞。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是 boss？ 还要破我们沟哦，还要破你们房吗？哦，说的也是哈，谁在找教授？没有，我没有在找，没有在找教授，拜托教授们，你们冷静，教授没有。接下来是阿令的歌，好，我们接下来是阿令的歌，好，并没有什么浴火凤凰，没有飞龙在天，好，没有什么邰正宵，没有，什么都没有，好，也没有小哥一剪梅，没有，好不好？教授你们冷静，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有一种悲伤，谢谢大家。快点先切进去，教授要暴动了。可是《一剪梅》好好听哦，《一剪梅》超好听的。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了你过往，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躲藏。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笑着与你分开，思念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张。成为彼此的路，多向往，怎会失去方向？
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才背对背张望。你是所有，你是合照一张。教授们冷静，我来了，教授可以吗？教授，耳顺了，我们耳顺了哦，好，我们转到耳顺了，可以了吗？教授，可以哦，来哦，准备哦，预备哦。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通讲我无情放撒你。亲像你一个无情的人生，离开我不通搁转来孤孤单。因为你违背我，无搁再有做意气，害我一时险险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不想伊，永远不想伊。来哦，咱的主委来到咱的频道，欢迎咱的主委顾彩主委咯，拍手，主委你要唱无？来哦，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讲我无情放撒你，亲像你一个无情的人生，离开我不通搁转来孤孤单。因为你违背我，无搁再有做意气，爱我一时险险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不想伊，永远不想伊。主委点歌哦，嘿，主委你要点什么歌？主委你是来吃板凳啦？即摆红金米糕吼，红金米糕烫烧吼，烫烧紧来吃吼。哎，红金米糕来，大家来用吼，啊是要买卤的啊吼，啊是要买啊茶，家己来啦吼，家己倒吼，我要继续唱歌啦。因为你违背我，无搁再有做意气，害我一时险险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不想伊，永远不想伊。若是要摸菜吼，会当走伫咧那个舞台的正手边，嘿，有摸菜箱，咱舞台的正手边哦，吼，多谢大家，吼，舞台的正手边吼有摸菜活动啦，吼。
第一名有Gogoro的模型吼，Gogoro的模型哦吼，不是Gogoro的机车，是Gogoro的模型哦吼，感谢大家，袂歹啊啦吼，至少有模型啊对唔？Gogoro 呢？咱第一名是Gogoro呢，还是模型安尼吼？谢谢大家。八芒牛喝哦，很好喝，哦，家己套吼，你随便套个八芒牛，家己来啦吼。世界人生，送互大家。乐队前奏已经响起，舞台顶光双双死死，掌声表示你对阮的热情。有人欣赏阮的歌的，有人放弃阮的感情，落台后只是平凡的旅程。浮浮沉沉的界人生，冷冷暖暖都变冷静。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乐队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不愿别人来看见。做个人生酸的滋味。来宾盘声吹落去哦，吼！即摆是咱工会艺界人生哦，多谢大家。乐队前奏已经响起，舞台顶光双双死死，掌声表示你对阮的热情。有人欣赏阮的歌艺，有人放弃阮的感情。落台后，只是平凡的旅程。浮浮沉沉的界人生，冷冷暖暖都变冷情。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乐队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不愿别人来看见。做个人生酸的滋味。浮浮沉沉的界人生，冷冷暖暖都变冷情。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乐队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不愿别人来看见。做个人生酸的滋味。来，这是咱最后一道菜。你若是有摕到哈根达斯的金酸知无？金酸，吼，金酸哦。来，5、4、3、2、1，金酸哦。因为安怎？巨人要来哦，说你哦，巨人要来哦，来哦，紧哦，金酸哦，要互人食掉咯。鉄の玉が世紀の照明つなるけば永遠に近づいたその目を閉じて触れてみれば同じか等一下，我要用这个。僕はダメってあいつはいいのそこに壁があっただけなのに生まれてしまった定めなきゃくな僕らはみんな自由なんだから鳥のように羽があればどこへだって行けるけど帰る場所がなければきっとどこへも行けないただ生きるのは嫌だ世界は残酷だそれでも君は
たりしない正しさとは自分のことを強く信じることだ。夏の雨が降り散る情景、テレビの中映画に見えたんだ。戦争なんて愚かな凶暴、関係ない知らない国の話、それならなんてあいつに組んで黒い気持ち隠しきれないわけ。説明だってできやしないだ、僕らはなんて宇宙ばっかなんだ。我没有吃兔兔，我没有吃，我没有吃哦。この言葉も訳されれば本当の意味は伝わらない。信じるのはその目を開いて触れた世界だけ。ただただ生きるのは嫌だ。世界は残酷だ。それでも君は愛すよ。何を犠牲にしてもそれでも君は守るよ。選んだ人だけ捨てたものの仕方で気づいたんだ。自分の中育つのは悪魔の子。先の裏犠牲の中心には悪魔の子。因为他们都造谣我吃兔兔啊，就没有吃哦，就没有吃。我真没有吃兔兔，我只吃了人，也不是，也不是，我只是啊，我也没有吃人，我只是吃了假人，这样可以吗？哦，你们很难沟通哎，不唱了，不唱了，不录了，不录了，走了，走了。你们难沟通哎，走了，走，不录了，不录了，走了，走了，去其他地方了，走了。好难沟通哦，我没有吃啦，我没有吃，被猪猪吃掉了。我说是哦，感谢你今天依旧晕眩这样子，吃了人质，对我就吃了人质啊，对不对？杰森猫伊拉塞，然后这位是刘某嘛，谢谢你过来，刘某，Joker伊拉塞，欧洲人伊拉塞，怀特比格，我没有吃哦，没有吃过。食べてない。食べてない。そして食べたこともないわ。わかる？みんな聞こえておりますか？みんな全部は誤解だよ。誤解わかる？誤解だ。不录了，不录了，生气这样。可爱的猪猪，谢谢，谢谢。头头，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猪猪爱吃小。头头你下去，还露出了那个那种尴尬不失礼的微笑。头头你下去，怎么肯定相信你没吃兔兔？但是你的表情不对啊，不录了这样。好啦，我们还没到4点嘛，对不对？来，这个伴奏很棒，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含那个，我看一下哦。好啦，你们继续吃啊，继续吃，这么喜欢吃话题，继续吃哈，继续吃。人類が思い出した。その夢は心の居場所。它没有歌词，它没有歌詞。温かい言葉にここへ
人知れずさ眠れ脈打つ衝動に。好啦，我们重来一次吧。我刚刚是靠我的记忆。等一下，等一下。やり直しますね。美しく残酷な世界。聞きたい、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ね。再一次。その夢は心の居場所。命より壊れやすきもの。何度でも捨てては見つけ、安らかにさ眠れ。脈打つ衝動に願いは侵され、忘れてしまうほどまた覚え出すよ。この美しき残酷な世界ではまた生きていること、なぜととばかりで、僕たちはこの強さ弱さで何を守るのだろう。もう理性などないならば。あの空は切ないのだろう。舞い上がる灰と蜃気楼、温かい言葉に凍え、人知れずさ眠れ。ねばつく幻想に嘆きは隠され、じきってしまうほどまだ絡みつくよ。この美しき残酷な世界ではただ死んでゆくこと、なぜととばかりで、僕たちは風に飛び飛べずに、真実は嘘より綺麗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もしも僕ら歌ならば、あの風に帆をあげ、迷わずにただ誰かのもとへ希望を届けに行くのに。この美しき残酷な世界ではまた生きていること、なぜととばかりで、僕たちはこの強さ弱さで何を守るのだろう。もう理性などないならば。
しき残酷な世界でした。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哎呦，今麦时间来到4点啊咯，好啦，差不多要休困啊咯吼，咱差不多要休困了啦吼，唱伤济啊。今天好像又，我今天唱几首啊？算了，不要算好了。给雄心哎，对，反正算了也不能让老师知道，不然让老师知道说，又唱太多首这样。主委谢谢你，感谢主委特别过来，谢谢。好像那个二姐的歌把主委炸出来，非常开心。没有啦，好吃鸡排不是来很久了吗？カナデいらっしゃい。初見さんかしら？カナデ啊，カナデなんかね初見さんじゃないよね。カナデ我怎么记得他好像来过呢？齐拉，谢谢你，该上班了，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然后也感谢刘某，谢谢。直接不算，就没有超过时间的问题了，没有错。我不知道有没有超过20，但是我觉得好4点了，该休息了。感谢唱好听的歌陪伴的下午上班，不会的。也谢谢东森，谢谢宁商，谢谢你们。然后谢谢伊木拉妈妈，谢谢头桃，谢谢你们。阿里卡多。OK， 我们来找一下。好，谢谢阿照，你也辛苦了哈。我们来找一下可以降落的老婆了，可以降落的香香老婆。也谢谢 Georgie， 谢谢你们哦。これが，谢谢你们的陪伴哦。紧接着我们好，谢谢蛋挞，谢谢广义，谢谢他哇，谢谢浪薄荷，公孙哥哥，谢谢。あなただけ見つめたどうであった日から今でもずっとあなたさえそばにいれば他に何もいらない夢のハイテンション。没有为什么，只是因为我的 YouTube 的右边又出现了这首歌的伴奏，对，但是我不能再唱了，对。お疲れ様みんな ，Sen 谢谢你，然后这位是细月，谢谢你，切鸡刀谢谢你 ，GK 谢谢你，虫虫谢谢，冰心ありがとう，长官お疲れ様，数字人4489いらっしゃい，谢谢你们。然后深夜小时下班也在感谢猪猪歌声，不会的，谢谢你们的陪伴。Ellen 谢谢你，之前辛苦了。李梦爱玉谢谢，佛西米亚老师谢谢，黑夜谢谢啊，对，灌篮高手，对啊。荞麦饼看起来很好吃，记得下次再过来让大家吃。不是，2号谢谢2号，你该睡觉，你真的可以睡觉了，你可以安详的去睡了哈。王大谢谢，然后猫奴奴好可爱，你们的名字怎么都这么可爱？千里不会，你们也是，阿里嘎多。紧接着我们要找降落的地点了哈。哇，今天开台的老婆们很像没有这么多，我看看哦。好的，谢谢大家。因为没什么选择，我们直接降落到公视台语台，降落到公视台语台这样，傻眼。不会啦，来，我看小仓很像在开台中啊，但是怎么没有看到？好，我直接到后台设定好了，你们等我一下。您等我一下，我觉得后台设定比较快。啊，有沙根上也谢谢你空心，谢谢。然后哈我也谢谢你 ，Joker 谢谢。白开水谢谢，比地震台好多了这样。像木棉花有什么翻啊？这样降落过去木棉花这样。我看一下，あら、マジで、マジかよ。これが。我们好，不然我们去关月老师那边好了。很难得可以碰到关月老师，我们过去打扰一下。我们要礼貌哦。我们今天过去关于老师那边打扰一下。好，谢谢你们大家，我们要切片尾喽，带大家逛高雄一圈喽。感谢你各位。首先我们来到了左营龙虎塔，谢谢大家，你们不要做坏事，会下18层地狱，真的有18层地狱就在龙虎塔里面哈，龙虎塔。紧接着我们下一个景点来到了我们高雄大佛哈，我们高雄有2个大佛。一个很像是在那个六龟，一个在佛光山，谢谢大家。有2个大佛，不要搞错喽。谢谢大家。
猪猪是猪猪带大家游高雄。来，接下来我们85大楼，85大楼很多蚊子的85大楼，为什么？对，因为就很可惜，很多蚊子在里面，对，没有做起来，但是还是有商家在里面啦，哈。来，紧接着大家非常熟悉的博尔哈，我们装置艺术哈，这个卡称五高巧哈，五高碎哈，这个博尔装置艺术。最后来到我们的中山大学的猴子，听说现在中山大学有猴子抢食的补偿费用，你们知道吗？一位学生最高可以申请抢食费用100块钱，这个是真的，不是咧好笑，这是真的。我今天早上听广播听到，我笑到快疯掉。因为高雄人都知道猴子大学的猴子非常猖狂，然后现在居然还有抢食补偿费用，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的学生去申请。对，我只能说大家都非常客气哈。那学生抢食猴子吗？猴子就没有人权，因为谁叫他是猴子没得补偿这样子？那不是学生可以申请补贴吗？对，听说真的学生可以申请猴子抢食补贴，说厉害了中山大学，对不对？对，太有趣了。好吧，带大家逛完高雄景点哈，也希望大家有空来高雄玩玩，高雄好地方，很温暖，非常的温暖，好不好？好来，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この先生关于先生の配信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老师的频道了，大家注意礼貌，系好安全带。5秒之后降落喽，5、4、3、2、1。我明天也会配信吧？应该是对，没有错。哦，对，明天有台湾文创足迹，明天有要访问连思怡老师，突然忘记。来，明天喜欢配音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连思怡老师的访谈，我们中午见喽，拜拜。